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， 今日繼續用最貼地嘅視覺同大家講新聞。啱聽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即刻聽聽今日嘅新聞。許家印判無期，等於恒大完場。爛尾樓業主先係最大輸家。恒大案判刑，許家印坐監。咁問題係，恒大樓下嗰堆爛攤子，邊個埋單？2026年8月20日，曾經登上中國首富寶座嘅恒大創辦人許家印，被深圳法院判處無期徒刑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，違法所得繼續追繳，不足部分責令退賠。恒大集團被罰88.2億元人民幣，恒大地產再罰70億元，合共158.2億元。另外56名涉案人士亦被判刑。數字好震撼，但真正值得問嘅唔係許家印坐幾多年，而係數以萬億元計嘅債務究竟點算？恒大爆煲之後，留下超過3000億美元級別負債，涉及買樓人士、銀行、供應商、投資者以及一大串上下游企業。對買樓人士嚟講，最現實嘅問題更加簡單，我俾咗錢，間屋幾時有？判刑唔會令爛尾樓自動起返。2026年8月21日，廣州中院再正式受理恒大地產破產清算案，代表刑事判決之後，經濟清算仍然繼續。所以話恒大案落幕，其實只係其中一幕落幕，真正嘅追數大戲仲未完。禁158.2億元罰款又點？呢個更加容易令人誤會。罰款首先係刑事處罰，並唔等於158億元直接拎去幫業主起樓。換句話講，許家印坐監，唔代表買家可以即刻攞錢，公司俾巨額罰款，亦唔代表供應商張單就會自動收翻。而恒大離岸債權人更加頭痛，恒大清算人仍然要追討資產，部分債權人能夠收翻幾多，一直都係巨大問號。境外資產仲牽涉不同司法管轄區，追訴難度自然更高。咁究竟邊個係恒大事件最大受害者？如果從買咗樓但未必準時收樓去睇，業主當然係受害者。但如果由企業倒閉、產業鏈斷裂去睇，中小供應商同承建商亦非常慘。佢哋唔單止係收唔到錢，有啲仲可能因為一張票據、一筆工程款，搞到自己條資金鏈斷埋。銀行呢？銀行早期借錢出去賺利息，後期就變成債權人，亦要面對資產大幅減值。股民更加直接，公司價值跌到近乎歸零，投資可以變成一張紀念品。所以恒大最諷刺嘅地方就係，樓買家輸時間，供應商輸現金流，股民輸本金，銀行輸債權，而地方經濟就要承受房地產崩盤嘅後果。至於邊個係最大既得利益者？呢個問題更加敏感。恒大由細變大嘅年代，地方政府透過土地出讓、稅收以及房地產相關經濟活動取得大量收入，而企業擴張亦同時推高土地、建築、金融及消費活動。但當泡沫爆破，原本一層層分走嘅利益，未必可以原路一層層退返出嚟，於是就出現一個非常現實嘅問題：繁榮嗰陣，大家一齊食蛋糕；爆煲嗰陣，張單究竟由邊個埋？許家印今次判無期，當然係刑事責任嘅交代，但對數以10萬甚至更多受影響人士嚟講，真正答案其實唔係許家印坐幾耐，而係爛尾樓幾時可以交樓，欠款可以收翻幾多，投資者可以追回幾多，而最重要係下一個恒大會唔會再出現。所以2026年8月20日唔係恒大故事真正嘅句號，最多只係許家印個人故事嘅句號。至於恒大留下嘅債務、爛尾樓同信心黑洞，呢張單仲未埋單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利用 Super Thanks 或 KO 快連結，請我哋飲杯咖啡。你嘅實力支持係 Here Observe True 堅持真實報道嘅最高動力。多謝收聽，下集見。